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高高講哈不》，我係明珠。今天呢，明珠來到台北的青江國小，要來找一個山婉然劇團的團長。聽說呢，他在這邊呢，用這個布袋戲教小朋友講哈不喲。那我們一起來看他上課的情形。老虎的客家話你們會說嗎？不會。記起啊，老虎。老虎。哦，這位姐姐哦，她是很厲害的客語姐姐，而且她操作一下，要不要？不會整個，我就整個在寫一遍。老師，可是今天我們有一個任務啊，就是想說教小朋友講這個布袋戲的客家話。有沒有？來跟我念一次布袋戲。布袋戲。哎，很厲害，誰會的？你說。布袋戲。哎，有點像，還不錯。來，掌聲鼓勵一下。謝謝你答對了，厲害了。奈誰給時間？奈誰給時間？水好快，水好快。布袋戲，布袋戲。小朋友，你們好棒哦！老師剛才在看你跟小朋友互動的時候，小朋友整堂課啊笑聲不斷，他們都好開心哦。透過我的專長，就是想讓小朋友去比較快樂的去認識這個語言。那你一開始怎麼會啟發你這樣子的念頭？最主要是布袋戲很好玩，他們對於客語也半懂非懂的，但是透過這種教學，我覺得其實蠻有意義。老師，今天我們還要教觀眾朋友講表演的海陸腔的講法，就是表染。表染，沒有錯，然後它其實跟四線腔有一點像表染。Hello， 各位朋友們，今天呢跟着老師這個布袋戲，也就是掌中戲，你會發現呢，透過這樣的方式，讓小朋友學習語言真的是很快的方式，而且他們都好開心哦。當然嘍，我們今天一起認識了新的詞，一起來複習一遍吧。來看到第一個詞就是布袋戲，布袋戲，布袋戲。第二個呢就是表演，表染，表染。第三個呢，我們來學習一整句話哦。來看這句話就是：我小時候最愛看布袋戲，愛誰嘅世界最好看布袋戲，愛誰嘅世界最好看布袋戲。你們也喜歡看布袋戲嗎？其實呢，跟着時代的不同，他們演的戲劇也有更新哦。好，我們下次再學習新的客家話吧。下次見，拜拜。